100蚊至到4.25%嘅印花稅，2年內轉手，仲要俾多5%至到15%嘅額外印花稅。一棟200萬嘅物業，若果喺半年內轉手，但係印花稅已經要俾30萬；600萬嘅物業更加要俾108萬印花稅。若果以轉讓公司股份方式買賣，只係俾0.2%嘅印花稅就得，帳面慳咗一筆。不過律師就話，實質慳到㗎並冇咁多，每年公司註冊費加埋年度核數開支，大約要1萬蚊。短期內買樓，亦都好可能被稅局追翻16.5%嘅利得稅。一般公司咧，營業啊買賣咧，都當係一種利潤嚟嘅。除非佢揸住呢間公司個物業揸咗，譬如話好長嘅時間，3、7年以上，個轉賣時候咧，都仲可以叫核數師咧就幫佢同稅方拗。呢個就唔係公司賣樓都唔係一個盈利嚟嘅，係一個叫資產增值。買家亦都要承擔風險，因為未做公司股東之前，根本唔知道公司盤數係點，靠個信字。稅局亦都好可能喺幾年之後翻公司之前冇交嘅稅款。賣俾佢嗰個業主轉股權俾佢嘅時候咧，就做一個承諾，就話呢間公司咧係冇其他負債嘅。咁如果承諾係不兌現嘅話，如啲公司真係有其他負債咧，變咗賣出嚟嗰個股權嗰個股東咧就要承擔個按照私人嘅責任咯。佢相信，由於手續較為繁複，唔會有好多小投資者轉用呢個方式炒樓。電視記者梁卓琪報導。